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，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《西游记》里的蜘蛛精。《西游记》里有4个重要的角色，先来介绍一下他们吧。第一个就是孙悟空。孙悟空是一只特别的猴子，他有很多神奇的能力，譬如变身和飞行。他有一根能变大变小的金箍棒，跟着一位和尚唐三藏去冒险，帮助大家打坏蛋，做了很多勇敢的事。他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大英雄。再来，刚刚有说到的唐三藏。唐三藏是一位非常有智慧和善良的和尚，他想要去西天取回非常重要的佛书和经文。下一位伙伴叫猪八戒，一个猪形的神仙，他既有力气又很幽默，虽然他有一点贪吃，但他也会在关键时刻帮助团队。最后一位伙伴叫沙悟净，他性格温和且忠实，负责照顾团队的行李和其他杂物，他也会在危险时刻保护大家。好，那故事要开始咯。这一天，唐三藏和他的伙伴们继续向西天前进。途中，大家都感到饿了。唐三藏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座瓦房，决定去那里要些食物。他走到瓦房前，看到门口有7位美丽的姑娘在踢球玩耍。唐三藏微笑着走上前，礼貌地说：“小姑娘们，请你们给我一点饭吃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姑娘们相视而笑，似乎对唐三藏的要求非常乐意。然而，她们却迅速将唐三藏推进了屋子里。唐三藏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姑娘们用绳子捆了起来，高高地吊在了柱梁上。接着，姑娘们吐出细长的丝，将瓦房的门窗紧紧地网住，让人无法进出。不久后，孙悟空来到了瓦房前，寻找师父。他看到瓦房外结满了可怕的蜘蛛网，这让他觉得非常奇怪。他警惕地观察四周，随后摇身变成了一只蜜蜂，轻盈地飞到了屋外查看情况。这时，瓦房的门打开了，里面走出了7个姑娘。她们带着羞涩的笑容，走向附近的水池。孙悟空小心翼翼地跟随着她们来到水池边，看到姑娘们脱掉衣服，泡在清凉的水中洗澡。她们在水中玩得很开心。其中一位姑娘兴奋地说：“等一下，我们把那个和尚分着吃，他看起来肉质细嫩，肯定很好吃。”孙悟空听到这些话，他心想：好男不跟女斗。于是他迅速变成一只老鹰，展翅飞向水池，抓走了姑娘们的衣服。姑娘们看到自己的衣服被抢走，惊慌失措。
由于没有衣服，他们只好在水中无法出来。孙悟空则在一旁观察，等到适合的时机再做打算。孙悟空飞回瓦房，找到猪八戒，他告诉猪八戒师父被抓的情况。猪八戒听说师父被抓走，急忙拉着孙悟空去找姑娘们要回师父。姑娘们看到孙悟空和猪八戒气冲冲地跑过来，吓得光着身子就跑。他们一边跑一边吐丝，试图阻挡孙悟空和猪八戒的追击。猪八戒被满地的蜘蛛丝绊得跌跌撞撞，却还是不停地奔跑。姑娘们跑回瓦房，快速穿上衣服，吩咐7个小妖怪出去对付孙悟空。小妖怪们变成7只大蜜蜂，飞在空中，准备袭击孙悟空和猪八戒。孙悟空见状，心生一计，他使用法术，拔下一根毛，再吹口气，变成7只大鸟，飞向蜜蜂。大鸟们用利爪和喙将蜜蜂们一一抓住，并迅速将它们吃掉。接着，孙悟空冲进了瓦房，将被困的唐三藏解救出来。然而，姑娘们却已经从后门逃到了黄花观。黄花观的道士是他们的师兄。道士知道姑娘们被孙悟空欺负，决定要对付孙悟空。当孙悟空带着唐三藏来到黄花观休息时，道士看到了这个机会，立刻和姑娘们偷偷地在茶水里下毒。道士假装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，说：“你们喝口茶，休息一下吧。”孙悟空正要喝茶时，突然发现唐三藏和猪八戒的脸色发青，倒在地上。他急忙检查，发现茶水中有毒。孙悟空非常生气，立刻抓起道士，拼命地打。道士大声叫道：“师妹们，快来帮忙！”姑娘们变成7只大蜘蛛，从4面8方涌来，一起向孙悟空吐丝。孙悟空见状，立刻跳起来，从身上拔出一把毛，呼的一吹，变出了70个小孙悟空。这些小猴子们挥舞着金箍棒，用力击打大蜘蛛。2、3下之内，所有的大蜘蛛都被打死了。然而，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等着孙悟空。道士突然打开衣服，举起双手，露出几百个眼睛。这些眼睛一起射出强烈的金光，照在孙悟空身上。孙悟空在金光中眼睛睁不开，无法使用法术，感到非常困扰，急忙变成一只穿山甲，迅速逃离了黄花观。孙悟空翻个筋斗，飞到紫云山，寻求毗蓝婆菩萨的帮忙。毗蓝婆看到孙悟空的困境，立刻跟随他来到黄花观。道士再次试图用金光对付他们，但毗蓝婆早有准备，她快速抛出神针，道士顿时像木头人一样站在地上不能动。毗蓝婆再用手一指，从指尖放出光芒，光芒中显示出道士
原来是一只大蜈蚣变的。皮兰婆说：“我把它带回家看门。”说完，就抓着道士飞走了。孙悟空用皮兰婆交给他的仙丹，救醒了唐三藏和猪八戒。大家恢复了精神，再次继续向西天前进。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并且团结合作，就能找到解决的方法。我们也要学会不轻信陌生人的话，随时保持警觉，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帮助他人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咯，拜拜。